5到6加在一起是11。奶茶有。今天听说你有喝奶茶，你看来看你手机放哪里直播干啥？在直播了吗？这个不好换，这个支架没买好，应该可以换，这有点松了，不好固定。我然后试了几个，都不行。写我这波波都行，我这个。你可以换视频号的嘛？你看你嘛，我这边不好，要不要支架也可以，哪边也可以。这个支架没买好，昨天买的70块钱。这个磨爪是吗？这个支架不是磨爪，是这个延长的，就是买了个延长的那个，因为我想少了一个嘛。就是不好用，太小了，这个 mini 太小了。这不好放东西。这个我那个是这个比你轻啊，你换了？没有啊，一直还是迷你啊？一直有，但是一直没怎么用。我觉得太轻了，然后就放东西放太少了。看你这边，这个太松了，松了跑的。没有这个。那么这个它要不掉，这个延长杆也不好用，这个太小了，主要是这边放。我以前是2个嘛，两边一边一个。我这边还是买了个24，买个4号。你看我这个调。如果说我调成正常的那个白平衡的话，它人的脸都是这个蓝呢？是蓝嘛？你看啊，先把发光调好，把曝光现在已经不行，这多少？我还开补光灯呢。开补光灯也哎呦，你看啊，现在曝光正常。加吧，我有加着您。但这样的要过曝，人脸要发白，那不可能发白，真的不让它发白，火小点火，灯光小点灯光，看一下可以加当面光，好像可以加呀，不知道能不能坚持多久，看他们摔一摔的。网络现在没搞好，他刚刚才出来，刚刚才出来还没用。老师，你在外面一会儿嘛哈，今天人多，今天肯定人多，稍微在外面脖子上找个地方。哈哈，你看我这个白平衡，我要是给它调这个白光哈，这样5500，刚才就可以了。主要你喜不喜，主要看你喜欢冷色调还是暖色。主要是看暖色还是冷色，有些喜欢暖色调的，有些喜欢冷色调的。是这个现在是比较正常的，比较正常的。但是天越来越黑了以后，它这个灯是发红的，人就很红。那你再调啊，把色温再降。调点3200嘛，3300。我一般都是调成3100。这边开始了，我开了横屏和竖屏都开了。希望他能够坚持吧。不要去看嘛，你那都进来了，看嘛，都进来了。大家手机不要拿。来了，就来就是了。第一个这个大家都进来了，我把开完了走，我拿去上了啊。
今年大家都知道哈。我知道哈，我没有来过，现在这一次可以做可以吗？这个那个，一般他拍一会儿就走。我视频也拍了，你们喜欢看视频的，可以看另外一个频道。外面喷没事的，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啊。只有我一个人，4个同学都在拍，我2个手机在拍，一个直播，一个拍个3。我力气上面挂了4个，反正现在到了多少人？3个，我估计慢慢介绍一下算了。
第一个是小罗，第二个是永吉，第三个杨秀儿，第四个戴宗，第五个曲珍，八堂曲珍，湘剧曲珍，第六个是歌唱曲珍，第七个是扎西曲珍，第八个是吴家墨老五，第几个？这个是走马出，后面那个是满卡走马，那个是扎西，登之。过来是香豆麦，豆麦我们叫弟弟也可以。这个是加瓦，还有后面那个是冷卡，或者叫朗卡也可以。后面叫吴金，团队的啊，后面就是经常在这边跳舞的。对，3个曲珍。就曲珍在一起的，后面那个丽丽刚进来，我记得后面是丽丽，后面还有，应该今天拉姆哈哈活动队的拉姆应该要来，我跟他订了个宣花，但是他订的，他跟另外一个人还没公布，他们两个之间的还没公布，这是芒果的名字改了。改成叫他姓喵，我说你直接改成小喵嘛，他直接改了名字，改成日记哥。这边还有谁啊？后面这还有一个索朗卓玛，这边往那边走啊。这个粉色衣服叫索朗卓玛。是不是？不是，说错了，不是后面那个是289，还有叫289。Hello， 芒果在前面，这个那个他竟然改了名字了，那个叫日记哥，叫日记哥了。这雅江的289，好凉快哦，现在。289这段时间一直在练那个什么人生心酸激将8宝，每天都在练，就为了跟拥挤人一起跳那个，和小罗也跳过。这个手上弹错在这儿，这一来，后面那个不知道是谁。拿长阳的秀舞。再练一次吧。这罗罗叫小罗，第二个拥挤，第三个杨秀儿，第四个拉凑，1376也可以拉凑，第四个戴宗，第五个是香丘曲珍，你们会叫八堂曲珍，八堂是他地区的名字。然后是礼堂走马，是他礼堂县的。一般名字开头，礼堂县，礼堂的礼堂走马，后面是歌唱曲珍，扎西的亲戚吧，后面是南卡走马，在后面是吴江墨后面是走马出比较高，然后后面是南卡走马。男队员是第一个是扎西，第二个是登之，第三个是香岛麦，可以叫弟弟也可以。第四个是林卡，也可以叫朗卡。第五个是加瓦，第六个是五金，然后后面是这个是林卡，
洛桑戴眼镜是洛桑，说错了。这个是李丽，金初也就叫金初，李丽是我们给他取的名字，他自己名字叫金初，金色金初，初中的初。然后后面是老胡兵。这又来了哦，这是谁？我以为是得鸡了，不是。就是他们是朋友，289旁边那个不知道是名字，有点像。后面那个红衣服是索隆卓嘛，在直播那个索隆卓把我输了，他们没跳。腊肠羊腿秀，里面还在直播呢，里面。自己啥？嫦娥。小巧玲珑是谁？你说小巧玲珑是什么？扮错吗？还是这是丽丽。1376买个乐透或买彩票吗？我彩票这么几十年了，只买个10块钱人民币的。
大哥，这边来的吗？这会儿来。还没来呀？没来呀，还没来的吗？啊，我又早就来了。我在路上。他们今天看大巴车吗？车几个要来了，不晓得，没注意到。哪些都把他们坐大巴车，坐中巴车。他们在坐了个中巴车，弟弟还有索朗卓玛，然后是曲这儿，我是黑色衣服是苏拉，阿布来了，阿布和冷卡。
他们那时候来了嘛？都几个时间不来的。他要来，你看那有直播了，你看狼城罗马的直播嘛，狼城罗马。他们坐的什么中巴车、什么大巴车，马上就到了。现在到你直接看抖音嘛，抖音版的，就是那个搜狼城卓玛，狼城卓玛，他有直播。狼就是狼，怎么说？我把。他们已经到了，就在旁边，他们就在他马上进来了，就一进来了。他穿那个电台的那个财政。他是电视台的。那就走吧。啊，不然你得到底我先走了。我说你马上来了，已经到了。我看了你们在直播。还有人，还有老三八蛋，那都不一毛珍珠。你今天上午咋没来了？今天上午啊？今天下午。没，我一直等到没人了吧？水城啊？哎？那个？外交水城啊？东广场吗？啊，有的。没有，我那个在那个环球中心。他们环球中心。环球那个玉树了吧？啊？玉树那个没，今天彩排没那个了。明天有不？明天上午10点。在哪儿？在环球中心正门口。明天上午就是他们玉树的通天河，就是玉树州的那个文旅的。你去过？要去，明天上午10点。4点钟啊？10点，上午10点。赶到环球中心那儿就炒巴子了嘛？就正把子，多那个显示屏了。他也舞台搭好了，还就是农产品推荐位，就是像那个那边有一样的农产品啊，葱花啊那之类的。那我明天就要去了。吃东西。马上还没到齐，他们，因为我看直播的时候，他们上车的时候到处每个地方下去玩一会儿。还有生棉。欧姆来了，欧姆歌唱曲征，那个是扎西曲征，这个是佳木，有兰卡卓玛，他们是亲戚。这个是卓玛初，这个是永贞，英卓受伤了，现在不能剧烈运动，所以他动作幅度应该没多大。3个是我们号称筷子三姐妹，筷子姐妹，筷子嘛很长嘛很细。后面是扎西、灯子、秋吉3只小老虎，不叫小老虎，叫3只老虎，因为成年了嘛。
是苏拉后面是莉莉，后面还有一个，这个老年人就不用介绍了，戴眼镜的也不用介绍。后面是什么弹错戴哈达那个，还有那个是雍二，雍正的妹妹，老二，排第二嘛，雍二、雍三，第三个就是雍三，第二的话就叫雍二，这个防御部的叫雍二。这种立体声了，两个喇叭，之前是一个喇叭，现在是两个喇叭串在一起。这个是索朗卓玛，后面是曲卓尔，后面是这个老福戴眼镜的，在后面那个是宋先，不是宋医生。没有了，这一首8点35，马上他们的了，他们还没到齐的感觉。在中间跳，人比较少了，这几个人呢？啊，这人有点少。王三八蛋还没来呢。跳舞了。过场不让唱。这个是孙冕。接家业。
休息一下。哎，我带纸的，我带了点纸，算了，等着给他，带一湿巾纸给他。我以前买了好多湿巾纸的，送他们，搞忘了，应该下午。还是不要了。这里有水，有喝水，我们点了饮料，我点了饮料。崔姐，不知道，不是我的。小祖宗，别太累，还有我在小祖宗。不知道。谁的？谁的？有可能是属哪的吧？不知道。啊，我呀。你那个多少个呀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这个是你的吗？不知道我那会有几个两一起的，一起分吗？一人分一半吗？没问那个收发了，没问。他们写的卡片没写收发的。今天520的嘛。血鱼钩子海。哦，这个是给谁的？3K， 这是谁的？吉祥八宝来喽！亲近那这天气中，窗外上对山崖群的那有情绪的四处。
在那脸这最有代表性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喝点水，喝点水。吃东西没有？吃了哈。休息一下。啊，我觉得以前不了解，我觉得这次看了真的。休息。林子没洗，哎，小子都不是谁啊？谁上来？对，就是高原上肯定就是，他们一般拿工资的话，一般40-50岁就退休了。退休了之后就在首选的地方一般在成都，因为成都的医疗还有住房各方面都是最好的。因为成都有华西是全国排第2，要么排第1的医院，养老那些很好。忘了这边。
刚刚拍照片儿，这样刚刚合适，就是有点少。这块啥？一会儿服装，对，一会儿服装开始跳。进来，成都进了省头。耶，西藏，成都的西藏，成都西藏的小区。是成都的高架桥进来中心，一会儿服装要跳1.9。这双双马单没来了，今天看气氛还可以哦，回头给他唱他的歌。太长了，7个多钟。减520。好热。都要扶正下的。都觉得朋友圈。三弟，三兄弟哦。是有好大个锅吗？
过点安排啊。要得。好的。你们有大巴车吗？要说一下，女大巴车。8点半吗？
圈儿。哦，他收进去，看这个地方就不行。要不然连接那边那个嘛？哦，就连接那边那个。没有吧？应该是我的哦。你那个看到没有？我刚刚看那个，陈子，小老母呢？他没看到他呢。什么小老母？老母。他拿来了。给我的，不知道。他给我买的。我知道，我也送哦。对，后来我们他在哪里？不是他买的送我的啊。世界那么大。我要去看看。哦，我就这个眼镜是哪个？啊，这个眼镜是哪个？你就是文旅的吗？不知道。北孩子那个？那个吧？嗯，可以上面领导噻，文旅的嘛？不知道。那是云峰说不是。那是不是他们那个专门送哈达过来的？他一直送哈达的嘛？一直送哈达。哦。不晓得是哪儿的。云峰说不是他们本地的。哦。不是他们的。那就不清楚。专门跑来送哈达的。反正没事，反正哈达是不建议，随便送，随便哪个都可以送。还有个什么？啥呀？我那个，我这个有放装好了，在桌上应该没问题。这个是跟等值的鲜花，我说那个手法的对，这个是属于说最后一个的。结束了。
12.8块，3,000块钱。那面水。欧姆的。欧姆呢？果树，就是有可能明天来吧，不知道，这不上几天了嘛？今天10点的嘛，先回去。今天拿去，其他拿去。收到没发呀？说是欧姆的，不知道是不是欧姆。明天是不知道，没听，还没安排。这是双巴蛋，还有那个双巴蛋，还有那个大头，还有那个生面还有个尼玛炖鸡，这次来的，东方菜来的这个年轻小伙子，他以前在这太阳之水的地方，那个前没有。爸的老婆昨天好像这个是我路哥的，在哪里？大家这里3个花，一个本子的，推开一点。这个本子的，推一下照。这个好像是母的，应该是不知道说是母的。在下去有啥？姐那个说话姐。你看直播的那个是。这不搞成推了，还有中巴萝卜后面长的，我走了。后来发的晚上。就在我们他们隔壁子，那个新开业的。对啊，就是他也不是看不到嘛，就是说的其实也是。就装在了地上，小罗。酒吧。我们隔壁子，5楼。我的衣服我放哪里了？这边有数据有东西，数据你都在直播。这个是欧姆的吗？欧姆的吗？没写名字，不知道。他只写了个主会员，只写了个小土中写几个字。他们怎样拿？我拿得动。我车子拖过来的。有卡片的嘛？有卡片。我可以写名字，你知道吗？这样说的知道吧？真的不？这是你的脱裤路很简单啦，找东西脱过去。刚刚那个推车呢？让他。推车都走了，走完了走了。你看今天说的他。黄渤，他们那边开没嘛？小罗嘛，然后你去没开的嘛？说好。阿家，客户你好，今天晚上到金华来，金华有那个大学的演出。那太有。他就能到金人，我同我姐金华，我喊到金华，你看他们。没有，转圈没看到。我们的哥哥拿不动和地方坐嘛，拿懂不？拿不懂拿个车子这会儿，你裤子上有拖车的嘛？拿远一点，稍微照啊。有名车。他有那个车桩放在上面拖过去，把那个拖在上面放在上面，再拖过去。那个小头放音响的车子可以拖。放音响的车子可以放，但是可以承几十斤没得问题。这是昨天我们拍的。在哪里啊？可以不吧？也拿得动啊？拿得动。我们的哥哥把它走了，本来要车子拖的，还可以拿走了。我们的不知道是谁送的音乐的鞋，上面写的是放心还有我，我的小祖宗就写了几个字。
那个玫瑰999，999多了没？红木的。哎，那个999多的话，这个8年至少要3000块钱，2800多，3000块钱左右。以前的玫瑰涨价了，以前没有520的时候肯定还要涨一点。520的嘛，520肯定要涨价噻，有可能翻倍啊！一人一朵的999。哎，我还有口袋哟。哎。拿去应该在那拍视频噻。不晓得吧？他们应该不在乎那些吧？本来是他们那些部门也不需要宣传吧？这艺术团的不需要宣传嘛？我觉得，是吧？反正是国家的，反正他们天天没得事情是练舞，反正就工作跳舞。我看赤手族嘛，也是那天在那个旅游那边也是在练。没办法，他工作就是这个了嘛，他就跳舞啊。每天跟我每天跟那个赤手族嘛两个点赞，他只要发现我那个点。赤手族嘛，他还等了几个月之后再来的嘛。比如。他7月份再来哇，说的是。还有看他，反正都复关了的。啊，对，我也换了复关了。流量在那边不行。他只有成都还可以。他很少过来。走了，哎，这个好。到摄影师的口中了，对吧？下一位谁？下一位谁？张一。哈哈哈！有，我这边有啊。有。叫什么？
这个油条吗？好好好，那声音小一点，马上小点。 1分钟就完事儿了。好，马上完了。好，把关小一点。可以了。今天只能拍2个，是不？这个警察来了，不让跳了。老六对，按错，啊，东西可来好。小按错的那个是看到。他怎么办呀？收工了。收了。哎，他老六在哪走？秋姐，警察说是不能走，现在他的外边在做的有点人心太大了。他不让跳。你快往前面走点，不要前面弄。你后面那个懂说嘛？慢慢往左边移一点。哎，对。
来西路的中心站说，来一早米就有早上有一点，知名大咖才是中国进来门喽，我中国来，找油条的右边去了。来西路的中心站说，知名大咖才是中国进来门。往左边移一点。好忙嘛？灯关了，好像可以了。这个忙了，不是明天就没人。鱼汤做嘛？扎西就的莫内修，莫子甚至你就爱起国家道理，拉萨干如此的笨拙起来门喽，我笨拙啦，我笨拙啦，扎西就的莫内修，拉萨干如此的笨拙起来。先给你。彩排，明天上午就。明天上午10点5就去不去了？就去噻，赶地铁噻。对啊。来西路的中心站说，来一早米就有早上就有年，知名大咖才是中国进来门喽，我中国来，我中国来，来西路的中心站说，知名大咖才是中国进来门。有啥么嘛？西不嘛呀？可怜了，啥都不摸了，那卡里不可怜了，cha莫里人个啥下不耶呀？西就的莫内修，梦子甚至你就爱起国家道理，拉萨干如此的笨拙起来门喽。
조조진 내 저미 도구로 이동마 불난 불로这边，对对对，这个背景好一点。是吧？哎，对面烂房子开门，这边，哎，哎，对，这边后面有车子，车子有好看，对，有高架桥。啊，高架桥。在楼房广场啊，终于见到这个美女啊！你看，我们大叔都笑的，你看一下，哎，这是的嘞，没白赶啊。我们在楼上。对，我们的哥哥。其实都很简单。三兄弟没问题。你却逃离了自然，上路你无所言来度，人都说你的当巴里，又说当天地你的里，说你的说你。你年轻当年的自然，上花龙的马色也来度，人都说你的当巴里。节奏表很好听。喂，刘文正说：“这曲帮助发现乐，你听注意了。”打广告了。
打广告。这个回啊，你去吧，好跳。在大的那边场，那个基本上就跳的，跳了几次。这个他跳的最多。不够的，拿跳了。兄弟，我们俩拍了吗？拍可以。拿拍不拍？拿拍不拍？那扎西锅庄嘛，很短的。扎西锅是哪个？很短的扎西锅庄，很短，2分钟左右，就扎35遍。对对，可以扎西锅庄。那这个跳一个就结束了，好吧。扎西锅庄，他们两个跳，他们两个就跳。
哎，